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拄到4年来青阳春嘅造旱，经济部天旱应变小组上昨日建议，今年昨日14起时，桃竹苗、台中同嘉南部分地区4月段要停管修建，修建面积由41000人公顷按发到，相比民国93年嘅65000公顷高少位，係历史上第二发的，所以引起水坑分配唔匀嘅争议。决策冇经过沟通讨论，农民也非常不满。农民会提供达公顷超过8万5嘅修建补助，参加社地主太天农嘅农民，里面各加1万元。不过农民讲，伊能将地主能摆地唔会标本伊能，加入系同样嘅修建补助，让本地主来量，一条钱实际讲中嘅农民怕拿唔到喎。修建唔单止是到农民嘅生活出问题。规个水土产业链，规下也受到影响，影响真蛮大哦。配合农委会规故乡耕种嘅农民，韩国喺睇下矛盾嘅政策当中，唔对用嘅成能好。但係原來因差唔多氣候嘅變化嘅，加台灣嘅農業政策按用嚟應付呢？咁講落按簡單，把錢補助落河下，係咪有可能來推廣其他嘅品種？比如講國內造旱呢，甚至係基因改錯嘅水土呢？來看人哋嘅報道。台灣缺水，不應休耕，旱作行動。政府嘅天愛擴大休耕範圍，達公頃補助8萬5，參加社地主太天農嘅農民在國家1萬，講係無奈何嘅，愛大家向下體諒。天理何在？我決策按青菜，無線屯農民講已經改不滿。去年年底，從台北抗議，從新竹做到，連登兩個關於米得主，和那個是太檢點後面公用嘅農民總爭等，每天廿百停官方比內，因為土地單單係口頭脱地主票嘅，領唔到休耕補償。廿百去休耕，該補助款全部本地主，人哋真正做人，完全拿唔到一國嘅錢，吼。你要看連帶關係，因為人係一家種一家賣，你要隻冇種咧，你是冇東西好賣，你完全東西你貴不干唔就行啦。所以政府啲問題根本冇人在講，有慢解決。所謂的口頭租約的部分，地主當然他會想說啊，他自己來承做，因為這個是以一個期作一個年份這樣子來進行口頭的租約模式，所以這一部分就，我想是地主跟代耕農戶大家也要乘着過去的一個互動互信的基礎啊，繼續合作。那在這一次能夠大家妥為溝通來化解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存在。不過沒有地主屯農民冇加入社地主太天農計劃，就算有參加青島農民內地，沒單單係口頭票嘅農委會雖然講係愛補本票嘅嘅，不過也到天農就社會嘅實地主來減量。針對我們對於佃農跟地主承租我們是受理實際耕作人的一個申請，那承租人他撥付租金給地主之後，就由承租人來申請這次的停灌補償，所以補償費用我們會撥到這個實際耕作人，也就是承租人的戶頭。農委會講嘅其實相當簡單啦，因為挨到咧承租嘅挨錢啦，挨到唔講量啦，因為講量嘅時節啦等於就為本該因為地主機會能取消合約因為你所長搶到錢呢，你聽我全部為搭口未為本地主，冇可能講挨到自家拿起來啦。農委會講補償實際從事，其實該係作假嘅啦，挨到冇可能拿得到啦。唔講兩休耕補償，農民愛社會還唔但搶係新業動，農委會同時講也去休耕，唔會影響申請新業動嘅休耕補助，唔會影響農民權益。我們原來是2期作只可休耕1期，那第1期如果被強迫休耕的話，這個是不是我們原來期作的這個方式嘛？所以我們不把它計算在一次的休耕裡面，所以不會影響到農民的權益。你政府講你停灌的，不包括在仍然休耕1擺嘅個政策，所以講佢茫然為了你停灌的，做得2期中做得休耕。
我哋唔係八個月事業，我哋係明年、今年土長無事業，喺等於來講喺後年，喺一隻問題，後年冇停，又係停管收耕嘅時節，我哋等於有2年唔是生發嘅。從玉來桃園新屋嘅農民喺政府推動4地主太天農嘅政策下，耕種面積增加到560公頃，被貸款買嘢太田嘅機器來耕種時。這一台就是那個插秧機一台就要120幾萬啦你一個鍋機差唔多上百萬啦，你一打鐵機你就上百萬啦倉庫多項大細嘅機器加控起來。從玉來800幾千萬嘅貸款，一下高不將愛休耕。從玉來講，天光休耕唔單止影響到農民嘅生活，一條4天相關嘅產業，無論條件面積，就可就受到影響。你講冇好耕種，育苗業者未影響啦嚇。喺你從你大天開始入嘅推廣嗰條嘢咪冇寫做啦。國貨咪冇國貨已經推廣國貨嘢咪冇條路好做啦。喺你人走下去嘅時間，你個兩雙機冇國機咪冇好愛啊。禮拜天水來天幹嗰啲專業嘅育苗幾年，就得講幾年圖，也有年期係平常時嘅休耕，也年期定明年去到後年嘅3-4年嗰啲人收業，你一談時間嗰啲實在會過唔去啦像向前台冇收業冇做培養條路是考量育苗方面。農委會嘅時節愛發展4地主太天農，新竹新豐青年級嘅6屋3兄弟，票嘅90人格田，喺北埔耕種面積1等多嘅農戶，加強制休耕，就從喺本農委會都調出用嘅，陸下陸用嘅嘢勢調停下來。各種未捐口點清楚過後拿去冷凍，倉庫度太田嘅鐵牛嘅，本來要出去打田，一下幾年嘅路用唔到，農業貸款論千萬莫講，劉旺年按算休耕日期至少損失300-400萬元。本來係喺度冇被做事，我嘅做事係冇卡耕大面積，做唔起全部兄弟輕進來做事，進來講冇水唔是耕嘅。如果一期90公頃來講的話，我們如果收益來講，我們就會少了將近1170萬，就算1200萬。那扣除攤提機械的成本跟所有的費用，我們純收益的話，應該會少300到400萬。劉屋嘅二貨位屯露台，睇嘅包裝去年10月冬數嘅米，露台劉正基討談嚟講，下二度在個名度數成嘅米係年半過後嘅，而屋位13年也1年唔啲按用嘅工業咧。以現在來說的話，這是2期的稻米嘛，那我們現在就是卡在旱災的部分，又加上它沒有強制第2期的休耕，那導致上我們105年是完全沒有經濟的收入，到106年的2期7月才會有收入來進帳，才能賣穀賣米，我們才有金錢的收入。後生嘅配合農委會政策，國家向耕種，一下3億幾無水愛休耕，投資沙變做賭博，政策矛盾，害青年農民看唔到未來。出去做嘢，我係去做埋嘢。我哋冇法度去做埋嘢啊！我哋經一本現轉來做，第條事情做農事，變轉來講向我哋出去設架新條路，來去哪家公司嚟用我哋？每次只要發生缺水的狀況，我們就要求農民休耕，在這裡，我想要非常嚴肅的問一句：難道是因為覺得農業的 GDP 產值太低，所以才覺得犧牲農民沒有關係嗎？可是農業是關係一個國家是否能夠維持穩定的戰略物資。那麼在我們只要碰到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讓農業休耕
非常的显示出来，这个我们台湾的政府是从头到尾根本就看不起农业，不管是短中长期，它的产业政策上都没有照顾到这个产业的均衡发展，还有这种资源的分配正义。照水利法第18条用水顺序，民生屯共用用水排条线，增过来是农业用水、工业用水排体系。學生因為愛調降，應該先屯農民參詳，唔係總係先持農業來種成工業，農民就係愛當人自費。它是民生，然後再來是農業哦，農業還優於水利哦，然後工業還在水利的後面，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其他。那為什麼它那時候是第4順位，今天會變成第2順位，然後把農業跟它某種程度是算是對調？我們要去檢討為什麼這個法它基本上它現在存在的前提之下，然後我們卻是這樣子的改變。政府應該要從他們這樣一個政策平白獲利的這個角度呢，應該從中呢把這個特別從農業用水移撥給工業用水的這個水權裡面呢，這一部分額外的部分要多對他們收多少錢？因為這是從農業用水移轉過去的。那收了這些水收過來的這些費用，加上政府可以再額外的編列一些預算呢，來補助這些農民。也不是犧牲，因為我們的民生用水跟工業用水已經開始減供了，那你說它不會影響到它的產值，但是也影響到民生的方便性以及工業的整個期程。那這些計算我們不能夠一味的用說，你農業休耕這個限制休耕就是犧牲農業我們絕不可能因為缺水停灌休耕而影響到我們國內的糧食供應。農委會保證，絕對唔會影響糧食供應，但農民上來按用嘅產能要考慮到冇，講停灌就停灌，當中人屯貴嘅相關產業嘅人，願靠望天美咯。前莫講田水嘅測有公道有正義冇。面對天旱，台灣長久嘅農業政策又係乜嘅呢？面對越來越難安全嘅氣候環境，中研院分子相關研究所研究員易松美10多年前開始研製台灣水土基因突變種研庫，已經潛到20多種水土做的對抗自然環境唔順嘅時節，運用嚟提高產量嘅功能基因。因為這個逆境呢，其實是全球性的問題，所以我們也一直很注重這方面的發展。將來這個技術呢，不只是台灣可以用，對於全球糧食的生產可能也會有貢獻。政府在這方面，就是我覺得還太消極了。他們在農業政策上面都站在一個很保護的一個立場，然後只想到眼前這個的問題，可是沒有對5年、10年以後台灣的需要，然後全球的需要，我們應該走到什麼樣子的地步？其實沒有一個很好的規劃。雖然易松美已經研發出抗天旱、抗淹水嘅基因改造水土品種，我也台灣社會對其改造物還係有幾大嘅熱力，短時間內冇可能開放種其改造物。另一方面，台南企農改場更易分廠，此輪對傳統雜交育種遷出生水嘅水土品種。利用傳統的雜交育種，就是利用原住民部落的那個路道，跟我們一般的品種去做雜交選育。栽培的過程裡面，我們覺得說，如果在某一個時段不會影響到產量跟品質，那這一段時間如果能夠節水，就節省一部分的水的話，那這樣的話應該是對整個水的利用的效率會提高。生水嘅無為安全做得上嘅到20%到30%嘅水，唔過推廣到友好試點，至少還愛3年研究。韓國農改場未少，農民無天初都會接受耕作方式嘅改變。農民栽培的習性是不是能夠跟我們推的這一個方式是相似，或者是說在過去因為水的這種灌溉他們很習慣了嘛，你現在突然間把它弄得說你某一段時間要節水，那它可能會有反彈。你啊個旱稻規兩廠就來講啦，可是你因為你啊唔係講一時就得講，講旱稻就旱稻，因為你了一天天日冇影響到產量，看天氣就唔咧增加個成本啊，因為像你出錯解了，
初初解了话，来讲比啊了了水稻的成本较若冲来讲就袂实施讲了旱稻的问题啦。冇大面积的研究吼，冇人敢做啦。我们现在做设施农业，那尽量去节水。那对于未来类似这种状况的话，我们会更精细的来规划。虽然是停灌，但是对于农地的使用，它的影响这个降到最低。因为停灌最主要影响是水稻，那我们对于水稻产业的调整也是我们休耕地活化，让它增加的不是水稻，而是进口替代跟地方特色这个部分它的省水栽培我们现在大力的在推动。安尼意思以上係講，私鐵到位，停灌對產業調整係好嘅。咁農民時呢，要自家想辦法，自家基本嘅係。台灣嘅農業政策大方向唔清楚，仍然好點點嘅發生嘅情形，想要簡單拿錢來補貼就好，全無考慮現實情形，冇一個有壓勁有長久嘅做法，對農民嘅艱苦，暫無看到用嘅應付嘅。安尼算係有照顧農民係，又有肯定農業係。